上個星期創興銀行嘅事件咧，相信都嚇咗大家一跳㗎啦。咁存錢入銀行當然係基於一份信任啦。咁但係點解又要有存款保障金呢？因為其實冇人或者機構係可以100%信任嘅，而且信任本身亦都會隨住事態嘅發展咧而有所改變嘅。咁好多神棍就叫你不要問，只要信啦。咁點解佢哋要咁做呢？其實就係因為唔想你去質疑佢哋，因為只要你有1% 嘅質疑嘅話，你就有需要去尋求真相。所以我哋面對任何事，其實都要有一顆質疑嘅心，咁樣先至可以有進步嘅。其實拜神咧，一係就信就問神明攞攻略，一係咧就唔信心安理得。咁我喺呢度咧就分享一個事件，咁睇下各位會唔會有啲咩意見啦。咁前一排咧就約咗個朋友，都一段時間冇見㗎啦。咁就大家互相 update 下近況啦。咁講開咧，就發現佢原來上年8月咧就已經開始非常運滯㗎啦。咁係講緊咧啲錢咧又支出多咗好多啦。然之後屋企人咧啲關係又突然之間唔係好好咁樣啦。咁然之後就問佢呢半年做過啲咩啦。原來咧佢就因為支出多咗好多咧，所以就去做咗份 part time。咁嗰份 part time 都聽落都幾經典嘅，就係突然之間咧，老闆娘就有重病，然之後老闆娘嘅長期得力助手咧又有重病，所以咧就得翻佢同埋幾個員工咧仲喺度做咁樣嘅。咁我就當然同佢講話，聽落咦唔係幾對路喎，咁樣突然之間係發生啲咁嘅事，就發現咗原來係老闆娘爭人嘢啦。咁對方又係揸令旗。咁攞正牌咁樣嚟做嘢嘅，同佢傾嗰日咧就2月13嚟嘅，咁收到嘅指引咧就係2月14，佢可以去廟自己自備一封20蚊嘅利是啦，就去供，然之後咧就同神明稟明原委，然之後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就即係同神明備案，咁將封20蚊利是咧就自己傍身翻工就可以啦。咁當然因為人哋攞正牌做嘢來頭都唔細嘅，可以嘅話就唔好參和喺呢件事上邊啦。所以咧都建議佢係要辭職嘅，就趁住有一個比較相熟嘅神明啦，太上老君咧嘅誕辰嗰一日，即係2月15咧，就係晏晝2至6去同佢講話辭職。咁最遲咧都唔可以遲過2月18星期1，一定要講到同佢辭職嘅。咁如果成功辭職咧，3月咧個運氣就會開始好噶啦。咁當然啦，既然個指引咁具體啦，就放手俾佢自己做啦。因為求神明指引去攞攻略喎，本身就應該係自己要做嘅嘢嚟嘅，就唔可以假手於人。咁我都係負責開咗個鎖，咁但係佢自己開唔開門出去就係佢自己嘅選擇嚟噶嘛。咁我2月14忙完夜晚就八卦問下佢個利是準備成點啦。咁但係咧佢就同我講，因為時間關係咧，佢今日就冇去到廟。咁我就話：咦，冇利是嘅話，你諗住點樣處理咧？然之後佢就話：佢會照辭職，但係就唔會係2至6嗰段時間啦。咁冇利是都要頂硬上啦。因為佢話總之個老闆就唔喺度，然之後就要同個老闆個女講，然之後個女就唔知喺咩時間先會喺度，就所以唔會係2至6嘅。咁我當然你自己決定，咪你自己嘅選擇，咁咪 OK 咯。咁然之後上個禮拜咧就唔記得咗傾開啲咩啦，就咁啱講起咧，佢就話最後都係冇辭到職嘅。咁所以咧而家日日翻工就提心吊膽咁樣。咁但係2月13嗰陣時，其實神明已經係賣大包㗎啦嘛，就已經同佢講，如果佢處理好3月個運氣就會可以開始好啦。咁但係佢處理唔好咯，咁咪失去咗自己嘅主動權咯。咁神明俾晒指引，佢又點解唔聽呢？其實佢唔會係第一個，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，因為其實神明俾嘅指引呢係打破咗佢嘅習慣嘅。佢將神明所有嘅指引呢斷章取義，就說服自己話自己已經盡力啦，心存僥倖啦，做唔到都冇辦法啦，因為人情還人情啊嘛。咁但係冇人比佢更清楚自己嘅現況嘅。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個重點唔係要佢死板咁樣跟住神明嘅指引，而係要佢知道要佢做呢個行為背後嘅目的同埋意義究竟係啲乜，再去根據呢樣嘢咧去做自己嘅斷捨離，嘗試去做出最好嘅判斷。因為冇人可以做到一個100%毫無差錯嘅決定，因為方法其實係無限嘅，甚至佢最後唔辭職其實都冇話唔得嘅。但係原理咧就只有一個，而且必須係放諸四海皆準嘅。其實好多時我哋做人同一個原理咧，其實都用嚟教訓過人哋好多次嘅。識得同人講唔好一知半解，但係神明俾指引嘅時候，自己唔明又唔去問，
識得教訓人哋，唔識得去變通，但係自己咧就非常固執，覺得自己嘅方法咧就一定係啱嘅。識得同人講要多啲包容，但係自己被批評咧就黑口黑面。所以到最後，如果當事人連自己要解決嘅事嘅重點係啲乜都唔知道，只係做自己認為正確嘅事，其實只係重複做緊同一個行為，但係祈求會有唔同嘅結果。呢一個係一個瘋子嘅行為，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呢？不妨留言俾啲意見。